后来继续来看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提案的助理费除罪化的修法，引发到国会助理的不满。助理工会先是发起着联署，要求撤案。今仔日进一步号召着朝野立委做伙来签署。民进党有袂少的立委用行动来收听，民众党的立委陈昭珠嘛对咧响应。另外，国民党的立委王晓玲坦白讲咯，讲伊对提案当中唔免附收据相关的内容，感觉无妥当。坦白说，以我个人的立场，里面有些内容我也不见得是赞同的。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带头提案的助理费除罪化修法，看一个真，这个提案单包括有国民党立委王晓玲，今嘛有无同的声音。用减负单据这件事情，基本上是我认为比较不妥的地方。之后有机会进入到讨论的时候，我也会表达我的意见。态度变较谨慎，认为爱加讨论国民党团内部有无同款的看法，民进党团是继续赞成。国会助理工会发起联署，要求撤回提案，一直到中道为止，已经有超过300位助理参加，更加就朝野做伙加入。除了民进党团的人收听，民众党的立委陈昭珠嘛响应。我们的确有讨论这个部分，好，但是我想我只能先告诉大家，我们不会往这个全面除罪化的方向去做。中信讲，伊的办公室当然拢有签民众党团后续会提出另外一个版本，跨党派陆续为国会助理发声。那司法法制委员会调委曾瑞雄当时摆审助理费的相关草案，邀请法务部、审计部等等进行专题报告。列席名单内秘书长周万来却是请假，出现伫共款伫9点召开的朝野协商。定9点开协商，让他有理由上面请假，这边来出席。这个朝野协商是调工护航，要过周万来讲无这个代志。从来没有议程不是秘书长安排，党团协商的议程，秘书长是不参与的，绝对没有任何刻意的要闪躲委员会的报告或者怎么样，一点都没有。题目非常的多，我们希望能把这个会一大早呢来举办而已，没有任何什么阴谋啊。进前发出声明，保卫助理权益的立法院长韩国瑜是强调讲无盗票问题，助理费修法的争议，即马朝野要敲未平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玉竹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